希望这个电视台给大陆的许多人们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希望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，就中国人没有办法取得他们需要的信息，因此你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谈这个Hussein Jalil先生的事情，首先他不是恐怖分子，他没有参加过什么恐怖组织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。2001年到现在，我保持了很好的关系，我们是family friend。他去年3月份的时候，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被捕。那么他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？他去探亲，在那里住了多久？因为他的妻子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籍，对他1999年1月份，他在乌兹别克斯坦跟他结婚，然后他们到土耳其去，申请了政治庇护，在联合国的UNHCR office，他们接受了他们的application， 然后难民申请，然后加拿大也接受了他们到加拿大来了。那是2001年的时候，对吗？2001年11月25号，他到加拿大了。那就是说他在加拿大，从他入境一直到他再出去，然后再被捕，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。5年多的时间，他待在加拿大。我刚才想问您，就是他在乌兹别克斯坦住了多久以后他被捕的？2005年11月份，他拿了加拿大的国籍，拿了加拿大的护照，一家子都拿到。一家子都拿了加拿大的护照，因此他们一起申请了乌兹别克斯坦驻在华盛顿的大使馆，乌兹别克大使馆，他们也批准了他们的邀请，就给他们签证了。2006年1月份，他们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了，待了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，然后他的妻子想待多一点，因此他们到侦察局去延长他们的落地签证，当时就被捕了。多长时间以后被引渡回中国了呢？06年3月26号，他被在乌兹别克当局被捕，然后待在那儿3个多月。2006年6月份，他引渡到中国了。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。没有他的消息，就是在北京的律师，我们雇的律师，跟他谈了1次。谁都没有谈过，他也包括他的母亲，他的孩子在哈市，他有2个孩子。他自己在哈市还有2个孩子。2个孩子，他的另外一个理由，他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去，就是想个办法，因为中国当局把他的2个孩子。不能给他们安排个护照，加拿大移民局已经接受了他们。因此就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理由就是想个办法，把他的2个儿子能不能想个办法就你说这2个儿子是他自己的儿子，是他以前的儿子。中国政府拒绝。加拿大政府对他的领事探视，而且拒绝把他送回加拿大。他们的理由是说，他是被通缉的。那通缉在先，那他改换国籍在后。那他到底当初为什么被通缉？ First of all， 首先来说，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通缉令，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通缉令，没有过，都是胡说八道。如果有那样的这个 arrest warrant 的话，这个他待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1994年到1998年。我们很知道吉尔吉斯坦和中国的关系。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了 arrest warrant 的话，引渡的话，早就引渡过来了。因此中国政府的那个claim 就不正确的。等于说他就是自己找一个原因而已。就是找个原因。他在这个吉尔吉斯坦待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人士，他做出了一个磁带，
一些做生意的人和司机，把他的丝带引渡到哈市这个新疆，然后中国方面马上就知道啊，就是三级楼的做的磁带，因此中国政府在这个吉尔吉斯坦 government 上面这个施加压力，把他抓回来。吉尔吉斯坦当局在1998年4月份把他放在监狱，可是，在法庭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做出来什么证据，而且他的 religious teaching is not a crime in Kyrgyzstan。我看到中共的这官方的新华社的有一段说法，说他不光是讲经，他还要圣战。他还要组织很多人参加圣战，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1994年中国政府逮捕了他，原因Mr. Hussein Jalal formed a political party to overtur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。有这么回事吗？他好像跟他好几个朋友来在一起，设立一个政治组织。政治组织，它是一个 party 还是别的一个组织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是中国政府正式的判决书，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说的。因此，如果他有什么圣战的话，中国政府应该在94年在审判应该写出来那些东西。